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咱们来小解过去伫咧228事件受难者唐德忠哦。咱看到讲哦，2019年哦，实在是有这个台南有这个行动剧啦吼。咱看到讲这唐德忠这个受难者当场这个被枪杀这个过程是完整来呈现吼。迄当阵嘛，互人看甲真震撼啦吼。那么看到讲，即阵佫有台文的这个网架，将伊的这个故事，互更较侪人来知影啦吼。咱看到讲唐德忠吼，伊的这个日记名叫做杀害。这个脱口秀啦吼，咱看到讲1907年出世伫咧台南，妈妈是这个原住民，然后爸爸是日本的这个警察啦吼。真细汉的时阵，虽然爸爸就过往去啊，但是妈妈是伊上大的这个外靠。咱嘛知影，这个唐德忠伫咧日本时代哦，考调到师范学校，但是叫人退学啦吼。但是落尾伊考调这个警察，啊嘛去这个日本考调这个辩护师啦吼。看到不公不义，伊就会这个伸张正义啦吼。实在是对人民来讲吼，真正爱护啦吼。但是咱看到讲228事件了后，竟然叫这个国民政府这个设局吼，当作是这个暴徒啦吼。1947年3月13，咱看到讲吼是游街吼，伫这个民生绿园遮互枪决。迄时阵伊佫用日语大声喊讲：台湾人万岁！吼，这个部分那么实在是互人印象真深吼。透过这个网架吼，这个红册嘛是甲伊画落来，甲伊记录来。那么看到讲国民政府吼，甲因这个厝内底人讲，哇，这个枪决了后，你袂当去收尸，但是这段故事啦吼。那么看了吼，真正是互人真悲哀啦。后来咱看到讲，台南市府将迄时阵啊吼，甲这个3月13，就是向枪决迄一日，定做是正义甲勇气的这个纪念日啦吼。这回咱嘛透过这个网架，互咱搁一摆来熟悉这个唐德忠，尤其这个作者哦，林欣准备3冬吼去找找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伊讲哦是上艰难的这一本册啦吼。那么看到讲透过找找唐德忠啊，这个在世这个卡者吼，亲自去访问，咱讲这个传记小说作者啦吼，啊嘛，互伊授权到这个红仔册这个版本。这件代志嘛，应该吼，伊讲哦，互台湾人来做吼。透过今天节目，咱做回来讨论。现在邀请这部电影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唐德忠网架红仔册作者林欣。大家好。第二位邀请恶草总编辑施汉俊。大家好，我是汉俊。第三位邀请台南市唐德忠纪念协会理事长黄建良。大家好，我是建良。第四位咱们邀请这个台湾基进这个统东部执行长蓝树坡。大家好。是啊，首先咱们先带大家来看讲哦，这个红仔册伊画这个过程实在是吼真艰苦，尤其找找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吼，先做回来看。就不用太像，但是你那个轮廓要对，就是要对。参考历史相片，把主角的形体画出来。漫画家林欣伫咧画是一本全台文的网架，讲的是唐德忠历史的故事。唐德忠日本时代伫台南出世，伫228事件，唐德忠为着保护百姓学生，互国民党政府以危害国家民族等等理由枪决。迄个时代穿啥物衫，清朝的衫，还是原住民的衫，伊用的啥物色？你为迄个相片，只会当看出深浅的黑白，但是看无是那个迄个色。所以为了上色这个问题哦，会当照相片来画形体，但是古早时的相片是看无色水、绿色，真做上困难的代志。不过这本册的挑战毋若是安尼尔。因为我想要讲还原迄个时阵，人用啥物那个言语伫讲话，那个日常，因为迄个时阵是日本时代，都是日语甲台语这两个，所以我想说尽量还原啦。其实当初时出版社是希望出华文的版本，经过说服了后，落尾才决定用全台文的唐德忠网架，加一本华文翻译册的方式来出版。安尼来回，我发现讲因敢若无啥了解本土语言台文是啥物物件，所以我就想讲啊，我呢去出版社甲因讲一解。甲因讲台文这个物件是啥？啊，这本册呢，正做第一本台文出版的红仔册，有啥物款的意义？这本台文网架伫2月26上市，是有上市第一天就2刷，到达3刷的好成绩。施汉俊讲，望会使透过这本台文网架，互大家知影讲台文会使讲的题材是真济，嘛证明台文的出版品是有市场的。
记者郭碧君张随台南台北报道。是啦，咱看到讲这个红册实在画甲真幼咯，吼，尤其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嘛，袂当放袂记啦。咱来看到讲吼，这张吼都是咱内底吼所处出来吼，咱看到这个是唐德宗吼，伊咧读这个师范学校的时阵吼，煞去互退学，但是咧，因为伊过去啦吼，穿的衫因为厝里散赤吼，这个伊的这个制服买袂起啦吼，所以是妈妈帮伊这个添衫吼，所以讲吼，迄个散赤鬼伊去用骂啦吼，这个佫穿因老母吼做的这个衫裤来啊，是补偌济届啊，拢补甲破鼓鼓啦吼，啊，伊讲校规也无规定讲爱穿制服吼，行路较注意啦吼，啊，尾手伊就甲这个衫脱掉吼，这个。林欣就用一个镜头分镜这个方式拍吼，等伫因同学遮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吼，这个咱讲迄当阵吼，日本人也好啦，台湾人好，其实伫咧学校内底吼嘛，是有一寡这个无平等的这个部分啦吼。啊，透过这种用画的这个方式来去甲呈现吼，尤其咱讲尾手吼，佫有足侪精彩这个画面吼。咱先卖互观众朋友知影啦，先来互你讲一下你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创作的过程都。因为我拢是听别人讲的，因为我无经过迄个时代，我拢是找里头家那个李文雄先生甲我讲，伊讲去唐店做的故事讲真久真精彩。我第一届去找伊时阵，伊讲了大概3点钟互我听，真侪为伊出事，到伊那个死了后，伊做啥物代志，伊拢讲互我听，所以我嘛是拢是听那个先辈。安尼甲我讲的，所以我就记录起来，甲这个人的一生了解以后，我就截取，甲重新编章，一张一张安尼甲伊编，为细汉，然后为到那个他过程怎么做这样子的，是，重新编曲。你讲吼，这件代志要由台湾人来做啦吼，因为咱看到讲，伊是一个228事件这个受难者，嘛是一位勇士啦吼。尤其咱等下好好讲到，就是这个历史背景的这个部分吼。啊，咱嘛讲，这是一个台文的这个创作的一个真重要一个吼里程碑啦吼。尤其吼台文的这个创作啊，透过这个网格啊，嘛爱还原到历史正确的这个部分。汉俊嘛伫遮吼，这个功劳真大吼。你咧台文的这个翻译也好，历史的这个过程，甲咱小讲一下。是，就是阮迄个时阵决定要做一本册的时阵，啊，当然迄个时阵尾啊，就是有摕到文化部的补助，这嘛是爱学了咱的政府，就是讲支持咱做这个本土语文的创作。啊，这算是头第一本商业出版社出的台文的红仔册。是。啊，所以这本册除了伫伊做了解伊的故事，甚至佮去日本找，啊，伊决定要做台文了。甲中文翻做台文，本身就是一个无介简单的工课嘛。因为咱作者伊本身袂晓写台语文，伊小可会晓讲台语啦，较多台有听着伊讲。啊，过来这是一本历史的红仔册，有一寡迄个时代的用词用语，甲即摆其实是无啥相共的。所以讲一方面，阮爱甲中文翻做台文；一方面，我嘛爱想看卖讲，迄个时阵的。即个台语是安怎讲？甲即摆其实有真侪精彩的所在，所以我嘛迄个时阵有问一寡老辈，甚至是看过唐德宗互庆杀的老辈，讲因迄个时阵是安怎理解、安怎谈论即个事件。是，对，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两个咧讨论的时阵，可能嘛会冤家哦，会无？无啦，咱咧讨论啦，只是较大声尔。只是较大声尔吼，但是咱讲吼，有当时啊吼，对。咱这个画家来讲吼，有家己的这个坚持，然后咧画这个分镜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汉俊可能嘛伫这个台文也是这个历史的这个还原者，有一寡这个讨论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本册当真好来还原讲吼，这个台湾这历史吼，咱会当看到讲啊，这个迄当阵吼，这个将战了后啦吼，啊是毋是吼，这个咱台湾伊这个主权的这个定位是啥物嘛？透过这本册会当去完整来呈现吼。这过来看到就是讲吼，咱看到讲吼，这嘛是大家吼印象真深的这4个人吼，啊嘛伫这个唐德宗内底去做一寡这个历史的这个呈现吼，嘛讲台湾是一个地位也袂明确的这个定论吼，所以咱看到讲这本册真正真有路来去做一寡这个吼呈现这个部分。啊，先过来请教林欣吼，其实你嘛去日本一撮吼，这个传记的这个作者吼，你嘛去吼争取到伊的这个授权吼，咱甲咱分享一下。哎呀，因为这本册一开始伊是小说，然后传记时的小说是一个日本人写的，伊是一个记者，然后我嘛是有去找伊，这是伊写给我的字啦。但是我袂那个日文袂晓，所以我其实嘛袂记了伊咧讲啥。是毋是叫做角五角决断啦吼？应该是啦，但是反正我就是感觉，因为唐德宗这个人是日本加台湾人的混血，所以我感觉。
有人伫为伊写册，用文字，然后台湾人应该是爱为伊做啥物，所以我下口画图，我就是画这个漫画。有影吼，透过这个漫画这个吼一种形式这个呈现的这个形式吼，来去做一寡推广吼，咱各一届会当去认捌这个人吼。其实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讲真正有这个研究啦吼。伊讲这个爸爸是日本人吼，因为伫咧大巴黎事件时阵被杀掉了吼，所以唐德宗的自细汉就真善，咱头拄嘛讲到吼，考调这台南师范学校吼，转去厝的时阵，佮做农啦吼，并且咧伫咧当厂吼做线工啦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吼，伊当阵吼替这个争取保护费的这个剃头店的这个头家出面吼，甲罗马来谈判啦吼。真正伊的这个咱看到吼，真正身体概用吼，会当取得胜利啦吼，是这个民众这个嘴讲的这个。劫书啦吼，另外伊买手退学了后去考这个台北警察这个练习所啦吼，另外迄当阵伊讲年岁无够，但是伊的成绩真好，所以破格互录取。另外咧，伊的好朋友唐德宗讲伊这个身体汉草真好啦吼，看到这个无公平的这个代志吼。伊就去处理但是讲看伊就无认真咧读册，但是伊是真巧的一个人才啦吼。咱看到1927年的时阵，伫台南做巡查，买手个做咱讲的这个巡查部长吼，警部部啦吼。另外，伫咧日本时代是台湾第一位这个台籍的这个警部部。另外，咱看到1939年的时阵有一个日本医师弄死台湾人吼，迄当阵。咱这个网架内底嘛有呈现吼，迄当阵这个议会甲伊主动你嘛将这段故事甲伊画落来吼。议会主动讲这个日本人就歹处理，你啥咧搁要处理？但是伊讲伊就是经经过这个讯问啦引发着这个长官的这个无满意啦尾手伊连警察都无爱做尾手就去日本去考这个辩护士啦所以咱看到这段历史嘛，透过咱讲的这个网架内底去呈现熟悉着这段历史的这个观众朋友。来去参考这个咱讲册这个部分继续要来请教建良兄啦。其实咱看到你的这个部分是争取到这个旧厝啦咱讲会当好好来保存。其实林兄伫遮嘛，甲你有一寡指教过去你咧看这个木主的这个部分林兄伫遮嘛出来真济，伫个这个面册头顶透过伊的力量靠我真济，咱讲真济人来募款你安怎看这段历史咧？我想较重要是因为唐德宗伊有较特别的背景因为伊是日本人的这个囡仔迄个当时当然日本人是袂使和台湾人结婚因为伊是日本时代初期的时阵所以伫迄个时阵伊是日本，而且因爸爸是日本警察因爸爸是伫著名这个抗日的事件，这个甲巴年的事件内底，互台湾人拍死。那伊作为一个日本警官的后生，尾仔佫去做警察，佫倒去做警察那这个过程内底，其实伊的一生的过程内底有真大的冲突，就是伊伫咧找找伊的身份认同，包括伊一直改名，不断的改名，其实就是一直咧找找伊的身份的认同啦。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是伊愈较重要。伫整个的这个过程内底，咱讲伊的一生因为安尼，有过无共的身份的认同，所以去读师范学校的时阵。师范学校的日本人无感觉伊是日本人，是台湾同学嘛无感觉伊是台湾人，到底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或者是咱讲的中国人？迄个时阵当然还佫无即个想法但是伫迄个中间，伊的选择就是伊的一生会当讲是非常的即个错乱啦，身份认同了是非常的错乱，一直到伊后来过身。那伊的过身非常的重要，是因为伊伫200个过程的时阵，庆杀的时阵呢，伊无将即个。名单经出来所以保存了，所以伫台南并无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屠杀的这个活动。所以因此真侪台南人拢认为讲，因的祖先可能真侪人，可能拢是因为同这种的关系，所以伊较有伊的下一代所以对台南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伫1947年迄个关键时阵是非常重要，历史上嘛非常的重要那了，阮会去成立这个所谓的这个纪念协会来针对唐德宗先生来做纪念，当时嘛作为这个抢救落来这个故居的这个保存和管理的单位啦。伫这个过程内底，迄个陈阳伊伫拄好伊咧画这个漫画的过程，所以伊嘛
伊嘛身体力行吼，真几啊届吼，不只是发文吼，啊，搁即个现场直播即个记者会等等的吼，替真侪替阮即个有哪斗相共真侪吼，啊，即个过程其实也感谢最侪人啦，因为这8千几个人其实确实真正，我认为讲即个顾忌真正的主人啦，协会只是代替大家管理安尼尔，我只是代替大家管理安尼，做这个管理工作尔，所以我感觉即个代志。互阮有较大的感受，就是讲，包括即个网咖会当有真侪人受欢迎。我感觉这拢是台湾人民对历史认同，啊个共同记忆开始想要去找找，想要去熟悉以前国民党时期甲咱教遐，敢若像迄无啥共款。啊，因看了这个物件了，拢会想要，甚至会想要出钱来斗相共买一间厝。我感觉这拢是伫历史上比这个结果更较重要的物件啦。有影吼，咱透过这个募款的这个部分吼，咱讲这个过程、这个意义吼，大过这个金额。虽然这个金额嘛是非常的这个大吼，嘛代表讲这8000外个人吼，真正搁一摆来认捌迄当阵的这个历史记忆啦吼。啊，咱嘛讲着吼，因为伊当阵吼警察不爱做吼，啊来去到日本吼，啊搁去找着伊的这个业绩吼，其实这个网咖内底、红仔册内底嘛讲真济啦吼。啊，伊当阵倒来到台湾的时阵，伊就开展伊这个人权律师的这个路，因为伊实在是这个为着这个人权来走动的一个人吼，所以咱看到讲1939年哦，伊失去着这个警官这个职务吼，去到这个东京这个中央大学来去做读册啦吼。啊，伊当阵就考调这个日本高等文官考试的这数学科啦吼。啊，台湾日日新报吼，嘛有刊这条新闻吼。另外，伊转来台湾吼，佮开业。啊，1943年吼，放弃伫咧日本发展的这个机会，转来到台湾吼，啊嘛吼伫咧台南吼做律师啦吼。啊，用着上佳介绍吼，帮人这个辩护啦吼，啊嘛帮助台湾人抵抗日本人的这个欺负。另外，1945年咧，台湾省政府这个咱讲行政长官吼，陈仪，佮要邀请伊做啥？台湾省公务员的这个训练所的这个所长吼，唐立忠伊知影这个官场吼、乌西吼，拢是真好的，真歹的这个歹习惯吼，所以无愿意来去做这个就职啦吼，所以伊讲吼，伊无愿意吼面对伊的这个良心过袂去啦吼。1945年11月这个时阵吼，佮选任这个台南市的南区的这个区长，迄当阵的马拉利亚大流行哈。唐立忠就要求这个卫生局爱随来这个消毒啦吼，啊注意放射啊，但是咧中国来台湾的这个官员吼，拢无咧叮当啦吼，啊伊当阵就愤慨吼，辞掉这个区长的这个职务。另外咧，这个1946年吼，担任台南律师公会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吼，用人权律师的这个身份为社会改革来去吼世界走动啦吼。而且咧得到民众这个欢迎吼，咱嘛看到讲吼，迄当阵228事件的时阵，因为伊无经出来这个名单啦吼，嘛互台南吼。正做是台湾这个228事件内底会当较和平的这个部分吼，咱嘛迄当阵看到讲吼，这个过渡时期，迄当阵去用选这个市长的候选人，但是伊是排第3名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嘛是这个国民政府设局互伊啦吼，要用伊这个时间吼换这个军队来到台湾这个时间啦吼。咱迄当阵嘛看到讲伊的这个后生吼，其实是伊这个养子啦吼。咱嘛讲到过去看到这个228这个事件发生，伊其实吼。因为爸爸的这个关系，去互这个咱讲伊的同学也好吼，滴滴嘟嘟哈，买手这个爸爸去互抬死了后，伊其实有一段时间都无愿意来讲，但是伊透过这个镜头嘛讲出伊的想法，先做来看。相片留下生命的瞬间，嘛会当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文书团体开真侪年，把这70年到100外当前的相片甲资料收集起来，都是希望有更较侪人认捌伫228事件的台南受难者唐立忠律师。可能知道说有这个人，但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台南市或是在整个28事件过程当中有何重要贡献？事实上，对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事迹是不了解的。唐立忠是台日南会，老爸是日本警察，伫1915年台南大8年抗日事件中死去。因安尼，唐立忠非常重视人权甲正义。投降了后，做过警察，佮去日本学司法。伊认为讲我做警察嘛是无路用啊，一寡要排解代志，伊也是无能为力，所以伊就讲我30几岁啊，我爱过来日本好好读册。36岁回来台湾，唐立忠伫台南开业做律师，伫市区巷仔内买一间老仔厝，定定义务替台湾人拍官司，嘛做过南区区长。228事件爆发了后，伊阁担任处理委员会的治安组长，劝遐的武装民众甲少年学生莫抗争。
讲看民主啦，恁老厝内有情吼，你来搞出来，无吼，咱这个社会啊，会做袂平静。唐德宗的世界走总替台南带来和平，会因为安尼，互推荐做过渡期间的市长候选人之一。想袂到后来以平乱之名进到台南的国军，想要唐德宗交出武装分子名单。3月11以叛乱罪将伊逮捕，3月13伫民生乐园被枪决。甲阮妈妈讲啦，伊骑脚踏车嘛，中正路要去你迄个参议会啊，是有一点斜坡。啊！伊讲骑，输一个骑去，啊，输一个转来。我即句话我有记呢。老爸留下一句话，无阁转来。永驻唐崇武迄当年才13岁，就算事后法院判唐德宗无罪，不离个出来行，互当局监督，搬离开大个所在。唐崇武也当年甲老爸的身份留伫相片内，随时间转移，毋敢向伊的后代提起。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连一句话，连一字都无讲。所以我的囡仔会使讲，唔是讲一知半解尔，会使讲全不知道。唐崇武自责，无甲老爸的精神传落去。毋过即摆伊希望会当鼓励搁较侪人。台南市政府伫1997年就甲民生乐园改名做唐德宗纪念公园，2014年也保留伊的故居，并且将3月13这天定做正义甲勇气纪念日。文史团体希望未来互世间人随时会记228内一夫当关的唐德宗。记者综合报道。小咱头拄也听到即个伊的后生吼唐崇武伊所讲吼，其实咱讲过去迄段即个记忆，伊真正吼毋敢去提起啦吼。但是尾手伊的即个心情有放较欢啦吼，啊豆豆才甲即个故事搁一摆来呈现吼，搁请教即个建良兄吼，咱甲即个崇武兄即个吼，咱讲记者的即个过程吼，伊讲伊进前真正毋敢讲，迄个心情大概是啥物？我是第一届伫1997年的时候，透过即个迄个时阵对这里把历史真有研究的即个明祥陈明祥先生吼，甲伊联络着吼，伊选伫桃园吼，啊伊一开始拢话讲伊无伫个啦，无伫个，其实就是伊接的啦，伊拢话讲无伫个啦，我讲无伫个，无伫个，无伫个，啊因为迄时阵中灿龙市长想要甲即个民生乐园改名做即个唐德宗纪念公园，所以一定要联络因厝内人，希望伊当来安尼，伊讲会当来，啊，就一直联络，啊，由于迄当个办228的即个展览吼，伊的针对唐德宗的即个展览吼，那一直联络啊，一直到尾也无法度吼，我知影迄个是伊啦，但是伊都无爱承认，尾我请市长直接卡伊有伫的时阵，卡去厝里互伊接，讲伊是市长，啊，伊甲接电话讲啊是啦，伊就是啦，啊伊较同意讲要倒来参加，所以伫迄当的1998年的228，迄天我第一届拄着伊吼，第一届拄着伊吼，啊伊来吼嘛拢无甲人讲吼，嘛拢无人讲，一直到记者问讲啊伊是毋是有来现场啦？啊尾啊叫着的时阵，较为观众内底遐出来咯，吼大家看一下，一下手，啊了足紧就走啊吼，啊所以伊嘛无爱互到迄个时阵，因厝里人嘛拢抑个毋知影，即个唐德宗可能是因的阿公啦，是啥物人吼啊，一直爱到即个2000几年啊，差不多2005年、10年以后了对，10年以后差不多过10档以后，伊较渐即个透过不断的沟通哦，即个中间包括即个李水果店的即个李老板吼，常常找伊吼，啊找伊倒来台南，啊，迄时阵已经退休啊，住伫高雄了，渐含伊沟通了吼，啊，互伊找伊做即个口述历史了，伊较慢慢愿意讲即段代志，啊，当然伊若用日文讲的时阵会讲较侪啦。啊，用台语讲的时阵会讲较少啦，啊，所以伊就愿意慢慢渐会当接受要来讲这个代志。啊，因厝里人嘛，因为安尼较忠心知影这个代志。啊，因为咱知影唐德宗的后生是永驻吼，是伊的这个姐姐，伊的姐姐的迄个上细汉的查甫囡仔。啊，所以因姐姐有真侪，有大汉的姐姐啦，啊，个伊小弟拢要。姑奶也个伫个吼，几个个伫个吼，那大姐嘛也个伫个吼，都在台北吼啊，所以因厝里的人其实嘛，因为安尼渐嘛行出来吼，因为因实际上像比如讲，唐德宗的姐姐的后生遮年岁拢真大啊，拢要到90啊，啊伊嘛拢无愿意讲这个代志，啊，但是即几当透过不断包括政府啊，个整个社会对228的态度的改变，啊个因的家己的后生查某囝知影这个代志了，就鼓励遮老一辈的人讲你爱。讲出来，你爱讲出来，对，你爱讲出来，不管是厝里的人还是录，啊，所以我嘛真欢喜的讲，因厝里的人，包括因的即姊妹啊，拢因为安尼，
拢愿意搁再厝搁来讲这个代志。我还当做口述历史，伊嘛愿意讲出来，嘛愿意即个纪念馆要成立时，伊嘛愿意甲物件摕出来。比如讲伊迄个时阵的屏风啦，个伊刀啊啦，即个物件拢搁摕倒来，拢会当搁送到去即个纪念馆咯，内底伊原来办公的所在啦。那我认为讲这个过程真侪对台湾白色恐怖或者是。礼拜的这个受难家属来讲，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啊，是一个心理疗愈的过程。不管整个社会互因的这个支持和资源，是会当互因放下迄个物件真重要的物件啦。这个过程我是感觉台湾社会一直拢还阁无做，拢一直还阁无做，而且做真少。伫这个过程我看到真侪安尼的代志来讲，因为安尼的过程因厝里人愿意行出来，愿意过来讲这个代志就对啦，讲这个代志。若无讲，其实真侪细节有落物件咱拢唔知影，咱拢唔知影迄时发生啥物代志。包括因迄时阵讲着足感动人，伊个过身啊，吼，伫唐崇模的个歌，迄时阵讲着足感动人吼。我若今日讲着，迄目屎拢会流来。是讲伊讲妈妈去，伊妈妈迄时阵过身了拢无好，去收尸体时嘛拢无好。那一直到啥物时阵好呢？是一直到即个过几十冬了去捡骨，去捡骨的时阵呢，那漫画内底有那画着即段吼，伊。即个骨头捡起来了，伊看到迄称之为头壳顶头落去的空就对啦。伊妈妈伫遐我嚎出来，家己个嚎出来对。啊，迄是整个的过程，你会当理解迄个压抑，迄个几十冬来，迄个放伫心肝头，迄个毋愿哦。伫迄个时阵较瞬间较逃跑啊，嘿，较嚎出来，较嚎出来。啊，我想你若想着迄目就对，其实足侪人拢会流目屎，你讲因是安尼心情对。啊，所以面对这个代志，我感觉从无到尾啊，其实真侪人问伊讲啊，你对这个代志有啥物看法？伊讲其实真简单啊，我只是要知影到底是啥物人啊。这个代志啥会发生？是安那会发生？是啥物人？安那会发生这个代志？我知影就好啊嘛。毋是讲咱要讨钱，或者是要安那是家属有权利希望知影真相。是。所以这个真相对因来讲，到这样是其实包括真侪人讲，伊迄个是无做判决，实际上伫历史。资料内底是找无的，是无判决书的，实际上是完全无做判决。就是讲有一个人用单视了，啊，毋知影伊是安用单视，啊，连判决书嘛无，啊嘛无讲伊无做，拢无，就是这书面的物件全部拢无，啊，就去用拍死啊，啊，就无去啊，就变一张白啊，就变一张白纸，啥货拢无了对。啊，尾也是安那，人遐讲，啊，伊就用假写两张啊10行字，大家若去台南的这个馆拢可以当看到，拢迄个司法部馆拢会当看到，迄个南部的这个彭孟起将军，因迄位南部的中心写的应该是伊的笔录啦，吼，假的笔录完全拢是假的啦，连啥物人问呢，拢无签名，单位嘛拢无写，啊，两张纸啊，你摕出来，啊，唯一的两张纸，啊，安尼就叫人断事，而且伊是用极尽这个无人道的方法来处死的。你把咧所有受难者内底无人是安尼对待，是去用杀起来插白啊，敢若像咧清国时阵，你游街对啦，游街。洗一人了，杀来一个上重要的所在，甲你枪杀，枪杀了，佮敢若像咧甲头壳挂咧城门迄款的共款，斩恁的方法，甲你放伫遐讲袂使砍，互你抬价架高的这个。所以讲，这其实是极尽无人道的这个对待啦。所以我认为讲，互因家属受到的这个后来面对社会的这个压力含这个，这是要行出来是需要真大的过程啦。我感觉这是。伫可能面对伫北韩白色恐怖者所有的事件含受难者，咱可能该用更较接近因的心情来看这个代志啦。是，所以咱讲这阵吼，这个转型正义真头前尔啦吼，也袂做甲真透老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件事件个咱吼一概吼来去认捌，有的人吼，伫咧咱看到讲吼，亲像这个行动剧进前，还是讲网架出来进前，啊，这个红册啦进前吼，拢唔知影有唐德宗这号人物哦。其实是真侪人拢唔知影啦吼。所以透过这款的这个形式也好，还是讲吼，这个行动剧啦，等等的这个方式，会当吼，搁一概将这款的这个故事，互人知影，迄当阵。国民政府是偌尔粗残，然后虽然个一届来回顾吼，1947年228事件迄阵，然后迄当阵伊是一个处理委员会吼，台南市分会治安组的组长，然后讲爱维持这个台南市的这个治安吼，迄当阵这个3月初3的时阵，咱看到讲台南市民有临时大会然后向政府吼提出着讲军警袂当开枪啊，实施着这个市长的这个民选吼，废止这个专卖局、贸易局吼，解除无适任的这个公务人员，规范爱接受工厂等等这个要求。迄当阵咱讲啊，这个唐德宗个互这个吼杀出来做这个市长候选人，然后但是咱看到讲吼
这个要选举的这个过程，其实国民政府就开始咧派兵啊吼。另外，咱看到3月12的这时阵国军就是甲伊逼降逼考降啦吼，讲要求提出来这个武装分子的这个名单唐德宗拍死嘛无要甲警出来吼。另外，咱看到讲3月13就开始咧游街用叛乱罪这个罪名在民生立园公园遮公开来枪决临行进前伊就无爱跪落去啦这个兵甲伊踢伊的这个骹开3枪，伊尾手就咱头拄讲的伊用日语来讲台湾人万岁这款的这个部分尾手，咱讲真正。伫遮，伊的这个尸体嘛袂当，互因这个厝内底的人来去受死啦所以咱看到讲，为着要纪念唐德宗有真侪种做法啦咱嘛看到讲台南市的这个圆环，也佫有这唐德宗的这个像，但是这个像真正会互人感觉真怨气啦因为伊面对有一条路叫做中正路咱继续请教师傅啦这要安怎解决昨有一个统计讲，中正路上济所在就伫台南市啦要安怎解？我认为讲历史的存在最重要是讲人有记忆无，人会记的，这历史就存在；人袂记的，这历史就消失。那当然，咱即马台湾社会整个对228，还是讲对这个转型正义，咱开始有较侪思考。咱嘛靠多接受讲，咱的遮侪时代长辈的牺牲，咱即马开始要来重视。不过，一个问题就变成讲，咱若要来关心受难者的家属，还是讲咱要来了解这受难者的故事。加害者到底伫倒位？这是咱台湾社会嘛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讲，这纪念公园这个当上头前面对一条路叫中正路。这个中正路也是讲国民党政府就是咱台湾228事件一个上重要的原乡。这个部分要哪解决？我是认为讲，改路当然有足侪行政的处理，定数来处理。不过，咱台湾社会嘛是要来思考一个物件，就是讲，咱的路还是咱的公共建设，到底是要继续用这种没有创意、无想法，就中正、中山，这种名要继续去偌久？这是咱认为讲，台湾社会嘛是要认真去思考啦，从对咱的先人，也是讲，这个袂使利用这个社会共识作为一个借口，就是讲。转型正义，还是讲228事件这种的这种事件的纪念，其实这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价值。就讲咱台湾社会对历史、对正义，是讲对咱的台湾的人权的价值，咱的思考是啥？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那永远拢讲共识，基本上永远是无共识，因为大家拢有无同的想法，无同的看法。不过台湾社会未来，咱要互过去几十年中间无法度讲话。甚至讲无法度喊出来，无法度甲因兜的故事，互大家知影的这个人，咱要互一个公平无？这是咱未来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咱讲转型正义咧做啦中正路还是讲中山路这款的这个做法其实嘛对着讲这个受难者的这个家属来讲，真正是有影也个真怨气的一件代志所以咱讲这个转型正义，毋若是有真侪种做法啦路名这个改名，嘛是一种这个正义的这个显示啦尤其咱嘛讲这个真侪所在拢是这个转型正义去做亲像讲不义的这个遗迹这个部分，咱嘛会当来去讨论咱过来看到讲迄当阵2014年迄当阵的这个市长是这个赖清德甲3月13，就是这个唐德宗迄当阵去用庆杀的迄一日定做是台南市正义甲勇气的这个纪念日要纪念伊啥高尚的这个情怀甲勇敢的台湾精神另外咱看到讲唐德宗纪念公园伫咧民生路一段6號原本就是民生绿園1998年的时阵2月27，迄当阵台南市长这个张市长才甲这个改做是唐德宗纪念公园嘛，咱头拄讲的这个铜雕都放伫遮咱讲这个促转会伫2021年已经审定，伊或者是第一批228的这个不义遗址啦另外唐德宗的这个纪念馆原本就是咱讲面对着可能有这个拆除的这个危机啦但是咱看到讲文资处伊安怎讲，伊讲这个建物因为经过改建无符合着特殊建筑物来技术甲这个侦探的这个手法所以袂当登录或者是纪念建筑物咱看到讲迄当阵文化界就发起着这个线顶募款的这个抢救的这个行动所以咱即阵要先个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唐德宗故厝甲伊抢救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进到这里是汤德章之前他当律师的时候的办公室，这样。
正式开放进前，已经有参与募资的民众甲志工前来参观。唐德宗故居的内底一楼历史房间部分保留，看到唐德宗的相片，怀念遮的生活甲历史。来到二楼，这道厝壁满满拢是人名。去年传出要拆厝的时阵，就是靠遮的群众募资2000万，最后才买到这间厝。可以回忆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包括讲带囡仔来，麦当好啊，一个介绍，包括看到这，都是永远的回忆伫个。民众找到家己的名，足感动的。1907年出世的唐德宗，阿爸是日本人，阿母是台湾人。伊捌去日本读册，转来台南做律师。228发生的时阵，伊是处理委员会台南分会治安组长，维护地方的安全，说互军队掠去刑求。3月13迄天，伊伫当年的大正公园被枪杀。即马遮已经是唐德宗纪念公园，伫友爱街这间厝，就是伊过生进前最后住的所在。伊一世人买为伊一间厝，就是登记伊的名了，唐德宗就对啦。 啊，伊嘛是伫即个所在，因为去议会了，迄种带走了，就无去倒来啊，吼，所以即个所在是伊第一个厝嘛，是伊上尾啊一个厝。开放参观进前，这间厝无法得通过台南市文化资产的审查。不过，黄建良表示，这袂影响到故居的保存。无文资身份的状况下，主导权是即个协会，所以协会会当。 针对唐德宗历史的精神意义去中心来做现代性的设计。3月13是台南市正义甲勇气纪念日，唐德宗故居开放参观，以后嘛会举办民主人权活动，发扬唐德宗的精神。记者台南报道。 是咱看到讲吼，这个部分啊吼，东雕伫咧这个圆环遮啦，咱讲看到这个旧厝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红仔册内底嘛做一寡这个呈现，毋但有过去唐德宗伊的这个人生在世这个时阵，啊，佮有讲吼未来，咱讲吼这个后世啦，啊，咱讲吼后辈人安怎去甲怀念吼，其实这个灵险遮嘛用心真济吼，佮甲咱小解一遍。对啊，因为我那个。 我以这为用啊，我是取名叫做凤凰花下啦，凤花卡，因为台南市的市花是凤凰花，所以我就甲伊结合伊系的，因为伊头互人那个手上以后，然后后边喷的会亲像那个凤凰花的迄个花。花蕊吼。嘿啊，我册内底嘛有写着伊讲那个以后死后的代志，因为我是要画这段是因为这个故事。 是，伊若是无讲，就真正拢无人知影因兜发生啥物代志，有啥物的悲伤，所以我感觉应该爱为伊写这段故事。所以以后我除了这些以外，我还陆续又记录一些后边发生的代志，包括那个最近发生的那个什么行动剧啊，行动剧，哎呀，还有啥物故居保存募资，我嘛会去帮伊开迄个直播，对，哎呀。 因为我就是感觉讲，爱互人知影，真正有人为伊做了啥物物件。然后你若是想讲看了这本册真感动，搁想要种下的时阵，你会当那个顺着这本册去找伊的那个足迹。是，有影。这个内底吼，我会当推荐内底这个推荐的人吼，做孙聪老师啦吼，伊写的这个用台文字来去写。 咱讲唐德宗爱看完你这个红仔册这个故事啦吼，伊讲吼，你用这个平面的这文字吼，甲伊做成咱讲会当铺面吼，真有这个活气的这个红仔册啦吼，真正是使人感动啦吼。啊，其实对汉俊来讲尤其感动，因为你是台南人吼。头拄仔咱嘛讲到，伊用这个性命吼，主动这朗读黑暗面啦吼，所以对你来讲，替唐德宗吼做台文的这个翻译，对你的意义是啥物？ 当然本身是真有意义啦。就是我本来咱台语咧讲一个词叫人格者嘛，伊本来我就甲唐德宗看做我的人格者之一啦。找着我开头讲的，就是阮厝邻的老辈，佮拢知影即个唐德宗，包括阮太太，伊也嘛是台南人，伊嘛是即本遮共同做伙翻译的人。因拢会听，咱拢会听到厝邻的人咧讲，就是讲啊，就是即个唐德宗迄个时阵是安怎，伊是替人担罪安怎安尼。所以讲会当甲即本册用台文甲做出来，对阮来讲是真有意义啦。就是讲
咱第一道听到这个故事的时阵，就是其实拢是用台语来了解这个物件。不过咱要把这个故事教互咱的后一代的时阵，那变做敢若会当用华语来甲咱的后一代讲，就变做真无意思嘛。是啊，卡拄啊，我真赞成苏博讲的，就是讲这个。伊即摆即个上对即个中正路啊，这几工有一个改路名的新闻嘛，台北市的即个。其实改路名，即咱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其实就会当直接做嘛，对不对？啊，咱咧看即个台北的时阵，开拄仔讲咱台南中正路上这个路咱黄市长其实拢会当直接去改啊。既然咱知影即个代志，其实。赖清德做市长的时阵，做这个物件，对，伊嘛是个做啊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任的市长，像这个中市长迄个时阵上早，甲改做纪念的公园，啊，赖市长甲改做纪念日，啊，咱黄市长即摆敢若甲袂做啥物代志嘛？其实咱应该要求讲，中正路安怎袂当改做德中路，对不对 ？OK， 啊，互甲中正路改做德中路，嘛是会使。咱继续请教建良兄，其实听讲市长嘛有这个意思，想要改名是？我想几工有一个新闻出来就是市长伊主动表示讲，台南市有30几条这个中正路吼，啊，伊是感觉应该要来改名啦。伊其实某一个程度咧回应台北市啦，是讲我会当改啦，唔免中央政府啦。安尼都爱做看市长来啫，我是希望伊迄当去啊。当然改路名这个物件较麻烦的，其实毋是迄个行政过程啦，是。长久以来，我认为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转型正义的过程。是安那呢？对大部分的台湾人、台湾的都市内底，只要你住伫叫做中正路的所在，通常拢是房地产的指标。就是讲，你就是表示讲安那，你住伫一个真繁华的所在，啊，这个都市内底算地段真好的所在。所以一旦啊讲出阮兜住伫中正路，迄个物件所代表的，毋是人文的价值。是 money 的价值 ，OK， 所以你要甲伊的名改掉时，你来思考，爱搁互伊一个看起来愈大的名，愈大的名，就像讲，比如讲台中嘛有一条中正路互改掉啊，伊变成叫做台湾大道啊，搁比中正路搁较大，所以因就同意啊，就去用改，所以伊改变的过程内底其实有技术性的问题要处理啦。那这我是认为讲。我是相信台南市应该是做会到啦，因为台南市市民一般普遍来讲，对这个物件较无啊。中正路伫这个过程内底，最近因为咱知影这条路非常的重要吼，啊，伊顶头有真侪观光客大爱去的海雅市啦，啊，这个台湾文学馆啦，一直到和乐广场啦，规拢伫这条路顶头吼，所以改一个适当合适伊来的名，啥物？大道啥？我想迄毋是大问题啦。我是认为讲应该是做会到啦，应该是做会到。是。OK， 所以咱讲吼，这个改名这个问题吼，其实是市政府的这个权责，就会当解决吼，回应无论是台北好、台南也好啦。其实咱台湾也有真侪中二辈这个咱讲路名吼，拢会当做伙来去思考这个赞助的这个部分吼。啊，继续搁请教苏波，咱头拄嘛讲到吼，无论是这个行动局的这个方式也好啦，还是讲用这个红仔册网架的这个方式吼，其实对着咱看到讲转型正义也好啊，白色恐怖还是讲，亲像你过去伫咧苏明基金会内底啦吼，嘛有做一寡这个口述历史的这个部分，其实拢咧做共款的这个代志，但是讲吼，这要安怎去呈现，嘛是有困难的这所在。我认为讲吼，其实咱处理这个历史的问题，拄到两个部分。吼，头一个部分就是讲，咱要重视一个人，吼，啊，这个人伊是特别的，还是伊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意思是讲吼，伊若是想特别，那大家甲伊就吼，无法度，咱就无法度甲伊相像嘛。吼，伊就敢咧天顶共款，吼，我们永远无可能甲伊共款。我另外一部分嘛是因为这个人较特别，这个人较特别，所以伊变成一个模范。吼，咱来看，甲伊吼，甲伊相像，吼，甚至讲甲伊当做是一个咱的，吼，认为讲咱会甲吼模仿。吼，所以我认为讲，这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的追求，吼，一个特别的一生啦，吼，特别一个生命的过程。吼，这最重要就是讲，你看，咱为从这种历史来看，吼，就是讲，其实规个台南的平安是用伊的生命的牺牲。吼来转化的，因为伊名单无交出来，吼，伊甚至讲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间，就叫大家讲，其实是一个会使甲政府来，吼来讲，吼来参详，吼来瞧的人，吼，不过伊最后竟然就是讲，吼拍死，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咱有看到讲，这个历史，吼伊的一生，伊放弃一个吼高等文官的资格，倒来台湾，伊放弃所长，伊放弃区长，就讲伊对。咱的台南，吼是讲为台湾的这个公共事务，吼其实伊是有热情的，嘛有理想的。不过
安尼即个有理想的人、有热情的人，吼，伊最后竟然是互人安尼拍死咧街头，我阁无法度收尸，吼，这就对咱的台湾社会，还是讲咱的历史的部分，就有一个足大的一个，吼，应该讲会使讲一个警告，吼，就讲到底台湾社会对中国，还是讲中国政权，吼，咱的理解有够无？吼，甚至讲咱的对伊的思考，敢会伤临时。咱像刚刚讲，伊这嘛会使参详啊，伊嘛讲法律啊，实际上历史就甲咱讲，对中国政府还是讲对中国政权，迄心肝头爱随时了定，是爱设立的。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透过真侪种方式来去认捌着吼，家己这个咱讲吼对家己这个家乡事的这个认捌吼，尤其咱看到讲透过无共款这个文本吼，会当看到讲咱台湾人吼过去伫咧各族认同这部分的这个牵线甲友谊啦吼，尤其这个网家内底吼，这个红仔册内底。讲到伊是台湾人万岁吼，这个部分还是买手吼认捌伊是这个台湾人，但是伊咱嘛有讲到吼，伊是日本吼，这个有这个欧多桑吼，这个爸爸吼，但是伊过去甲中国遮吼，你嘛有甲伊画出来，你认为伊这个国族的这个认同买手的这个友谊，你用透过画的这个方式安怎呈现？我嘛想真久关于这个代志，因为伊到底是认为家己是中国人，还是因为迄个时阵大概无啥物台湾人这个概念，你毋是日本人，都是中国人，但是所以国民政府都来台的时阵，然后伊嘛有写几首诗伫那个扇子上面，然后欢迎祖国之类的，所以伊的心内一定是因为伊嘛是中国人。OK， 所以。我感觉这个中间，伫那个国民政府1945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伊一定心内有真侪挣扎，一直到伊上后，互人抓出来，当做那个抬头迄个人的时阵，迄个中间的转折，我是伊应该有真侪自己最大的冲击啦。所以我觉得伊最后选择用日语讲出台湾人万岁这个心情。嘛代表伊的选择，这个伊的这个选择吼，伊选择伊家己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伊都是台湾人，我感觉伊是安尼想的。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放假吼，真正无简单的，当甲遮尔有落的这个物件来去呈现吼。所以讲到这个历史定位，咱无论是透过虾米款的这个文本吼，汉准你安怎看咧？就是讲吼，这个文本的这个部分，嘛当传达着讲咱的这个思考方式，也是咱要做的这个物件，透过无共款的形式来去做，未来当个做虾米款的这个不管是讲吼，这个转型正义。有一种转译文本的这个概念，你阁有想到啥物无？是我规个讲，就是这几档，不管是转型正义，还是讲咱台文的出版品，种类其实拢是愈来愈侪啦。我前几工较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少年的妈妈咧问讲，就是伊想要教囡仔台语，毋过就是伊家己的台语本身无教好，就咧问讲，有人会当推荐看啥物册？结果看有人画一篇第一本的推荐，咱一本册。我两个是咧讲笑讲，我遐以为囡仔看这咁好，对。毋过这其实真重要啦，就是讲咱不管是讲转型正义，还是台文的物件，咱就是无共的阶段，拢需要无共的册。这几档咱台文的绘本资料真侪嘛，尾仔搁较大汉就是看这种红仔册。不管是囡仔还是爸母，拢会当看。其实包括你较多讲的陈顺聪老师，伊嘛有做这个小说，所以这个文章的物件，咱这种物件拢爱做啦。讲实在，真侪物件，譬如讲咱这本册，咱迄个时阵设定的是伊当时是转型正义的出版品，当时阵嘛是台文的出版品。真侪时阵，这个物件拢会做伙。毋过，阮来以台文的角度，咱是希望讲咱台文的出版品会当加入较活泼、较快乐的物件啦，毋是拢这种物件。咱台文的就儿童甲这个背景的物件甲做伙，对，是安尼。所以咱会当搁较创作。讲吼过去这个较多元的作品吼做回来这个台文遮吼，虽然咱讲转型正义吼，这个真重要无共款的这个方式会当互伊无共款的，咱讲吼人入来认捌即地啦吼。咱嘛讲着吼转型正义吼，亲像这个建良兄吼过去有讲过啦吼，亲像讲无共款的这个建筑物也好啦，也是一张树啊，拢会当代表迄个时代这个记忆啦吼。咱讲吼过去的这个转型正义，可能嘛是一张树啊。亲像唐德宗迄当阵互清杀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迄个树啊叫可怜啦吼。另外伫咧台南，咱讲这个女中内底嘛有这个咱讲受难者的这个故事伫，所以咱讲无共形式的这个物件，拢会当互大家吼保存迄个记忆，甲咱分析者。
是我想真侪亲像真侪人认为讲啊，这个古迹若无列做文化资产了，敢有保存的问题啦。那第一个当然是，阮成立这唐德宗的纪念协会的目的，就是要来保存啊，然后来经营这个古迹啦，啊，就用叫做纪念馆的形式啊，所以这是完全无问题，保存上完全无问题吼。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这个建筑物作为一个转型正或者是人权民主教育，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含亲像一张树啊，款就是讲伫迄个地点有一张树啊，啊，这就是啥那国家要去杀这个不义遗址这个物件。那这间厝啥那重要，是因为伊不只是唐德宗的故居，伊当时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向关10栋的这个张大邦先生的故居，就是讲是因阿公先起这间厝了，啊，伊大过了，伊嘛捌唐德宗啊。但是伊卖互别人了，佮卖互唐德宗。唐德宗啊买起来，伊嘛毋知影张大邦住过这个所在。但是唐德宗的1947年的时阵先过身，然后了伫1950年张大邦莫名其妙向掠去判10栋，啊伊嘛伫几当前过身啦吼。所以台湾可能找无第二间厝，是按对228的事件，搞白色恐怖的人拢住伫遮，拢伫遮成长大汉。啊，所以我就感觉讲，你要安怎来讲这个故事，其实真简单啊。来这个所在看这个所在，讲这个故事就是上简单的方法啦。你只要来遮，迄个气氛会当互你理解这个代志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可能咱一个中心来思考的是讲，对转型正义的这个工课来做，国家是毋是做了有小可较少淡薄啊？就是讲伫这个部分，毋是干那甲讲伊是不义遗址，安尼就结束啊啦。我想是无遐简单啦。你讲这个物件，佮有真长的路来行，含比如讲你去德国，你会去看安妮之家，看迄个所在，你就回想到迄段历史，你会当理解迄个德国迄个压迫的历史的过程。我相信这个事件拢是共款，包括唐德宗的故居、未来的台南的这个议会，或者是唐德宗的纪念公园等等的这个物件，其实拢有共款的意义啦。所以我认为讲。这个代志可能是中心建构台湾人来读台湾人历史的一个足重要的点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可能未来爱大家去中心来思考，这部分恐惊是转型正义内底我认为较重要的部分啦。虽然讲吼，即阵即个旧厝吼，其实进前即个文化部长嘛，有一寡即个支持，尤其咱讲过去迄段即个争议内底吼，台南市的即个文资处家啦吼，有一寡即个无共款的即个想法，但是即阵你嘛有另外即个吼一条出路啊啦吼，甲咱了解一下。是我对我来讲，其实吼是毋是具有即个法定的文化资产的地位吼，对协会来讲，其实并毋是遮重要。可能一寡人感觉讲这真重要，但是我认为更较重要的代志就是讲。第一个事件是，阮有8000几个人，伊愿意提出伊薪水的一部分出来买一间，毋是挂伊的名的厝。这个代志，我认为就是表示台湾人对这段历史有共同的记忆和认为伊重要。迄个时候，阮就捌讲过，讲啊，有人问我讲啊，若无卖到2000万要安怎？我讲无卖到2000万，就表示。台湾人认为这个代志无重要嘛，无重要就拆掉啊，何必就爱留呢？但是大家感觉伊重要，所以用破纪录的速度含金额了，对，可以透过这个群众的集资来集合这，所以表示众人对伊有一寡想法和期待，所以我认为讲这个代志第2阶段就是讲，阮会用这个所谓作为民主人权的教育，那但是大众来认为民主人权的教育，透过一个安尼的所在来讲安尼的故事是重要的。大家会自然会去认同这段记忆，会去支持伊嘛。所以这个物件我认为就是讲，转型正义毋是干那政府咧做，讲民间有哪有真侪方法，会当透过民间的方法。我毋是需要开2000万的组织啊，所以阮只要会当互伊营运，透过嘛真侪民间啊，包括比如讲纯阳。画一本漫画，这本漫画就是阮真好上好啊，市政府出一本这个绘本，这个物件拢是阮要做啥？阮就是未来协会要来进行中小学的教育，这个你要校园内底做这个历史教育上好的样本啊。这个物件已经有人替咱做啊，所以我认为这是历史的进展的过程，历史。推断的偶然，互阮感觉应该这个代志，即马差不多会当做啊。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一个好代志啦。是讲，所以阮袂感觉讲是毋是具有这个身份。那有这个身份，可能有一寡政府机关的资源会当入来，大家可能感觉讲安尼会较迄落。但是对协会来讲，我认为讲人民的支持远比这个政府机关的资源
来搁较重要。有影，同款伫咧民间咧拍拼，还有突破啦吼。这个民间力量，甲咱讲一下。我认为讲哦，去年两个上重要的 case 嘛，吼，第一就是咱的苏明博物馆，啊，第二就是唐德宗的这个纪念馆。其实这两个馆的重要就是讲是空间吼，对人的意义是最重要的。人到遐，伊会感受到讲，这个人咧遐生活，伊的故事，伊回想到伊家己的身躯，伊会去思对伊的意义咧倒位。不过，我认为较重要的部分是讲，空间是爱人的经营啦，吼，就讲建良兄共款，就讲有人咧这个馆内底继续咧生活。吼，你遐有活动，吼，甚至讲吼，搁较侪人来到这个建筑物内底，有一寡接触，安尼自然这历史才有意义啊。吼，对咱定来讲吼，历史的意义毋是讲互你一个物件，吼，我讲这就是历史，毋是历史是你家己去学，家己去揣，还是讲你家己去读，吼，你就揣着讲，这意义甲你中的关系咧啥？我认为这个关系才是上重要的。吼，无得咱较早共款啊，我来讲中国历史啦，甲你讲。黄河啊、长江啊，这甲你有啥关系？无关系。所以重点也是，这历史甲你的关系咧度，你要家己去揣，你要家己去学，安尼这历史就活起来，永远就咧你的心肝头。是，虽然看吼透过无共款的文本，继续找找咱台湾历史。今日感谢四位来宾，也感谢乡亲好编辑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